呢度咧最主要咧就係北環嘅將來嘅主線，同埋有一條支線咧就去對面深圳㗎。慘就冇一個時間表俾我，收唔緊要，我已經好早知嘅。但係最慘咧，佢哋唔得到時臨急臨忙得返3個月。要收地啊呢度，所以好可惜啊！想快啲過嚟睇下咯，因為真係好靚咯啲花，咁所以我都嚟剪幾支啦，諗住嚟剪幾支翻去插下咯。都係會唔開心咯，即係始終香港人可能都係需要啲放鬆舒解嘅地方啦。咁呢度咁大個園區，咁又有花啊草啊，咁我又可以放狗啦，咁所以都會覺得唔開心嘅，可能要再揾第二啲地方啊咁咯。我俾個定心安肺俾你聽，暑假你帶埋畢業袍過嚟，我會種一篇好大規模，你哋過嚟影畢業相。last 啊，即係告別啊，講不出的告別。太陽花其實代表我哋香港人嘅，好即係嗰種能屈能伸，好堅毅，遇到惡劣嘅天氣嘅，死都要撐到底。香港人呢種獅子山下嘅精神，即係代表咗香港人嘅。